沙田廣場分享嘅 budget， 今日同你睇呢個迎海18座高層嘅一個2房1套戶型，實用面積828呎。咁先入嚟門口嘅位置有一個大嘅玄關位，玄關位置可以俾你足夠嘅位置做到頂嘅置頂鞋櫃。旁邊就係我哋廚房啦，廚房緊廚設計，而且 U 型嘅備餐區域，仲有呢個通風窗。客飯廳嘅位置呢個係一個左右兩邊廳，一邊飯廳一邊客廳，而且全部望向嘅都係呢個星灣嘅景觀。客飯廳嘅位置除咗放到一張大嘅餐台啦，咁後面亦都一個工作露台平台嘅設計。咁入嚟上面區嘅位置啦，呢度有一個儲物房，咁儲物房原先嘅業主就全部做晒置頂嘅儲物櫃，咁有足夠嘅收納空間。另外嘅2間睡房都有自己嘅私人露台。咁業主其實做咗啲裝修啦，所有嘅設計都做好晒。如果呢一度嘅話可以話係買翻嚟可以即買即住嘅。而且主人房嘅露台設計同隔離細房一樣，都有自己露台，而且係可以相連嘅。望住嘅都係呢一個星灣嘅景觀。仲有自己嘅套廁，套廁除咗乾濕分離嘅，有浴缸，有淋浴間。下次嚟講亦都係呢個明廁嘅設計，咁改進咗做咗呢一個淋浴間。